今仔日是9月初1，真侪全国性的新制度正式来就路，像这个路口安全大执法。今日过路线顶悬煞叫汽车弄着，真正是大路敢若虎口共款。去年的统计，汽车无让行路的人，因为安尼发生车祸，就有2278件，52个人死亡，2349个人受伤，是过去5年来上悬的纪录。9月初1，警方要抓较严厉，尤其是针对汽机车弄红灯正滑、无让行路的人，过大路违规嘛会罚，车让行路的人爱23公尺。另外，还有囡仔汽车安全座椅，2岁以下爱坐体的椅啊，或者是坐向后壁；2岁以上到4岁，而且体重18公斤以下，爱先选向后壁。骑机车的人伫台北市停车，嘛开始有400块的月票。除了讲上宽，过来就是针对捷运站的周边，亲像市政府、国父纪念馆、台北车头、西门，初7开始收费。机车、旧车换新车，直接到新车车级的环保机关去申请，都有补助。如果是换电动自行车，就要到户籍地环保机关去申请。爱记得哦，爱查新车的相片，也有发票的影本。补助上悬今年是5000块，明年就是3000块。要换新车要较紧的哦。过来是租厝的人要注意，租厝定型化契约规定，厝主收电费的时阵应该来分热天上悬是6.41块，唔是热天上悬是5.03块。嘛规定厝主租用期间袂当随便调厝租，嘛袂当限制厝卡迁入户籍，还佫有申报厝租的费用。厝卡的部分，若是要修理也是装潢厝的时阵，就要有厝主的同意。搬走的时阵，弹落来物件，若是要厝主处理，费用会当对押金当中扣除，违反规定会罚3万块到50万块。